아니 원데세 아니 배우지마 배우사 속现在 근데 주주지만 얘 가로 배우 가로 줘 말배 예这了吧米木然了然个钱的然看这多了吧然的木然就跟배우 되고 말아 돼你推举的我배우了木然拖起木然사실边的배우两个去拖用嘛但木然没배우米的那个你원데 스케치现的去说木然个원데啥你这了吧当然从那很这多难罗别从那很是吧木然个这啥我从那是咱们都要从那得看但당不得你俩的就top就期待top现在下着的话去那배우 미게 거의 배우 깨리다 배우 깨라니 말봐 아니 칼로레 돈 주던 게 소말 때래 따따따 메베 따따 시면데 되게 이사 아니 김민도 땅아 알아 수수 미리 나로를 봐 주네래 콘주가 그수 죽으면도 신경 쓰지 메베다 코셈现在 교수 뒤두지마 원데 지기 이사 디 사업다 아니 년절러브리 년절러바 녀콩 아래 손난 다가란 러바미我来从那当然了，今年阿木培育，那教啦、错啦，那工作压自己嘛，所以不简单，那是兄弟第一个厉害，但你们城市建设是什么的？我那刚怕长子的是他比起这差几分这说嘛是，对了，他怕长嘛的是他肯定是，但如果专家单只用对子嘛，工作没得单绝了吧？肯定是让人兄弟缺的第一个他们差几步，可在用的嘞，得用你给米300几步买的钱呢，其实你要真的要把那个旅游业搞起来的话，真的可以。你看地主我买不起，你看从西边这大，这没办，这刚给我地起多，同样起多。你我的老板米，你我的你我对这个搞到你不得，你我这那边的。然你我从那我这个那边我来趟不这些看路来被身边那罗了一鸡蛋这狗吃这用比的嘞你错不这些你这多你这个没办但身边那罗这个全面就是没办上开始看到就听那罗来配了中间三路云那他全街大白去了看不起基于那俺狗我呢新新别用嘛来把如果专家米上这做过按这看门都生病我呢当然我的大三路我皮个专门有什么的全街进去的全街躺不的嘛大躺不的搞到土下的你今天你不得全街去说不定的是的看一下人文风情说的这就是逛一下呀对没有的把这些给别的去了的什么的对没如果专家们这样给三路是起这起不是吧要我们都生病要我们都对，要么都是，但这啥，不是给的差评，但是就这样吧。我这说什么的，他那了之下啥什么多。我的心，但我的譬如来你们对的，你们古代不的，你们古代差不多，那可多过了的，匈牙利的皮不的，欧洲的皮不的，能去最中意的件，地皮不啥吧？我那么他那嘛团皮。我那么他嘛团那么他去怎么说嘛？匈牙利那么他尤其是你落地的那个。开始上航站了，是没有？我弟去怎么说嘛？马团那个那国土面的这汉堡货呀的，出呀是这刚才有嘛的，可多或者不低会也不夸张啥，稳的，yes 是这样的，稳的。你第二个让给个人主观意见的，就是仅供参考，看最年的是打主面上，你得面前就是有个参考，稳的是。你样的多点，我得别可能去了太不习习，因为这边注意事情这个样这咱们习习蛋这个我们这一行三这过嘛人民，我得先这里大话来说，当然匈牙利的嘛跑不然民，那么他的嘛跑，那他就这么什么多，嘛团队米给不了这些钱，那说嘛团是什么多，嘛团不的，嘛团啥子，他不匈牙利的海关过嘛呗，海关过对是嘛的是让给护照干。打签字是的，后来改张起来是没有，我得请不完米。但是你打车子打线，那或者今天给这车里上，可能是你看这个是今天给这车里，看这个是乘马的，这是多。我发现没，但滴的想，用大家切不切，然后也要看你这个形象就是怎么样，然后他有没有怀疑你要在这边这样，偷渡的，你要在这边这样死赖着，我得都约不着。信把米，给这狗吃的啥？你文件拿给他，狗伢子你吃这狗吃吃别吃的，给这刚才吃不着，狗啥？你知道我谈的嘞，你这是给拿了怕落去用对嘞，给这刚才吃嘛的，他这样差不多的嘞，给这刚才吃没活没刚才。我的是，他对着嘛你我吃的啥么子你吃这锅吃拿啥吃？吃不着，给这吃不着。
我这是等让他呢嘛，突然就说我突然能住那呢，我补充心里补个啊，这些拉不着给，这长期不里补充，今年补这些给米补这是的，你光大的岂不是做我做能不去中医点差不多点来对上吧？光大是哪个去中医在这边办？点来不哩？点来差不多，他光大软面运转大的下拖不中啊，我真那样子。你光大的样啊，拉不着车啊，da，拉不着你个那装嘛的，我的车了，刚来地穷，他的几的是不是差不多冷门的？其实，但总的来说就是我年上吧，要么嘞，拉不着年刚对上吧，拉不着哪路有的啥，年拉不着可多起不嘞，其对上吧，拉不着年刚拉不着那么多，7路多，拉不着7路呢，公交的这没办法，昨天我送起这转这边，我这是几多，他年的带要么嘞，他定下来弄出来，但年嘛带不起，年嘛的今年是吧，他拉不着哪路有的啥，年可多拉不着前面，拉不着米保安校的，保安是但这保安人嘛的，就是他那种工作人员，对没办，学生给办公室给工作人员这没办，我这个月的我的话不个。值班期间点多可能那也能给我年不现在，但我的那想啊，我呢，匈牙利米粮我呢印象要不刚前面，印象要没事，不是那种第一眼的印象哟，是我到现在我还是很不喜欢。搞不见面，看的是俺其实匈牙利点比那俺对比度有嘛的，俺点个或者性别恰或者清茶，第个点可点不啦，我那会儿讲没嘛了生没呗，俺匈牙利普这单这我或者悉尼或者出门都普大普单这，我那会儿也不或刚这么多，但。卡些我呢，这我的若不季节也不青年这月里的嘞，但之前那个就人口基数这些就是大部分人老嘛呗，我这些没之前的没忙都是你出这么多呢，也不就是不友善，然后也不礼貌，我这俺忙不闲那会儿拖出，这。多年了，我那米弄不的米，我那操不闲那都生没呗。汤不得多，我那会儿俺得的，俺在上路上或者用对怎么呢？因为俺辛过嘛的，俺米干吃当过的，俺等过嘛的，俺吃过嘛的，俺可多可能哎，你业主的看来是呢。陪给他陪给人家的陪给这兄弟的，我的业主的早期的，地大切记从多家个给苦有那路出去电影院上，俺听你们是去啊没上，俺得用对什么，别的可能我那些啥子的，俺米了讲我的，俺米了怕呀，我这米弄把来对什么米了呗，这到底吃我的生多啊，我那会儿，你看这行山这的，就不是要在那边让你说啊，等你帮我一下，你这是我们的嘞，当俺嘞以很谦卑的一个姿态，我是来到这个地方的。俺们都，俺那米的个叽拖不了，当俺我那弄过现场弄没啥东，卡夹不啥东，勒不中国人米长吗？明着看上哪年这拖不了，我的是，但开始俺得别的带着我带的呐，养这嘛的，养年上路的大个人带的，你们能信息大个人带的哦，俺的表示这俺的是我没有见识，是我看的不够多，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我太片面了，俺的这你嘛的。这生不着，马达，俺弄个这个性别来，吃脏来清啥，吃脏是呢，当俺弄呗，怎么那个弄个吃脏重要嘛的的，但马上才起了清这起对什么，我那会儿要么多，但多当那么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在那想的，多当啥不然那不会错不起那么呗，但我这是嘞，也不是自私吧，就是冷漠。你也是我多，匈牙利没给匈牙利人是没我的开把做的地里下，可能就是很野蛮，那会儿野蛮差不多那么多，俺的呢，今天地情没呗，他们就是不礼貌也不友善。但你别记小，谈到你个学姐个法国的吧，巴黎一马下了，但法国跟米有嘛呗，这差不多闹的，他们也很不礼貌，但他们很友善。我那会儿，听我讲，可能法国米认识没呗，就真的很友善差不多，米两我那也不是那亲没呗，特别地大差的，我就漂亮老钱的，他那个最黑啥。所以怎么当我做蓝沙啥是没呗？蓝沙电表米的说我们的蓝沙让钱给给洗个是没呗？我的看着人，我的很有礼貌吧？less 罗 less 啊，觉得吧？但有不友善，现在你也真的，但你到那现在也是挺友善的，就是友善和礼貌，现在礼貌多一点，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友善啊，就是友善第一次用礼貌第一次请就是没呗？我这是多蓝沙呢？他看木脚对吧？怕写个起来，看木脚对吧？怕呢？他没有礼貌，但是非常的友善。我那会儿就是很热心肠，礼貌我是让我们打给三的打都看别给那了，可这四个吧，可多这，我这四个吧，我的吧怕的，
我得讲感谢表嘛的，现在来我那三百就是非常友善，然后三百或者要钱那没办，然后就算帮他呀，看着人家可多钱，这是要钱那没办，我这大开吧，我说当年你们有个概念了吧？我说我这啥？的，我就朋友那老人我这啥？电影呢，礼貌要嘛的，友善要嘛，但你家落来我来拿，米送下零米，我得说起，好算到我得说起，大开吧，你这那么大钱那就身边拿几鱼吧，我得说起。发货米对我那会儿，他的朋友那老给看板这边看板米西给说觉得我那可多些拿钱，礼貌要嘛的，就是很不礼貌，可多会儿米落的，但可多会儿去的，一年要嘛的，我那绕不起对的嘛，我那绕不会儿钱拿去的，然后我那发货对的嘛是我最开心的时候，看这个对那主人的当米看落来9面表达落来嘛主要给那主人这吃过有个吧米，常不老是落来主要打别的或者每次或者去就那些主要跟这个地方嘛啦。点开我嘛来咪，你最开始看差不多的那个诺贝说的，哎，做到诺贝说的，那就我那会儿咪要钱，那会儿前面发我名这个，要钱那就是很热心，我的说是的，我的说是。但看着不错，但看着不错，从多也是还吃过的，但听你看啥，我从哪看着多少，我但我这下，弄个的长线那都，你当下的你嘛苦有的这点不到多大那是的。长也拆个一下生的，长也拆个一下。的呢，啥子嘛？我现在地都吃不行不行那都，吃不行不行那都。在室内这个环境真的是的，吃不行不行，但是看楼的，对没呗？但吃没看咋了？年的啥么都，除非你要去那种奇奇怪怪的地方，忙钱，的呢，很多你们不知道吧？匈牙利就没有不接受难民，所以他这边就是没有移民，只有匈牙利人。我的，它差不多是纯白种人的一个国家。我的，米利新北嘛，米利新北，但年所人真的拉不扎着年这，米利新北米云的呀忙起来拉不扎的，呀们来个情况这没呗，所以可得别的可能你们那些得这老主政这情况给可不新北个米很少见。王德说起的，其实不例外呀，他会就很排外，就是很排外来人员。就是这样子呀，看起我的是那个，当然那个陆语是那的，但个老就这样是做单回来那呢，别的或者嘛，这是主语在面，你对吧？然后第二节落个这种，俺落你们说嘛的，我的是这下，你真的在上学吗？噻，你没有，但我不在上学，我在这边玩，对我很开心，在玩。种族歧视这次常不晓得吧？你种族歧视啥的，但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啊，没有一个标准。没看谁给有嘛的亚洲人带走了呀，清创是那么的，或者对没呗？种族歧视了，这个多就是每个人对种族歧视标准也不一样，但你标准的呢？现在我真正遇到种族歧视到这儿以后就只有一次，可是让的我流浪汉这个俺地下去，你也过去。就是那样子了，地面呗，我推军给这场不戏，就是我没有感受得到种族歧视，推军呢没有感受到。前3年别像那让亚洲米线，米卡现这多啊，亚洲米线，轻松了的，南山龙兰主年这多啊，但这米的鸡蛋钱的嘛叫龙兰花呀，这大地空最给。但一米70说的这个猪是吧？一米70个猪是吧？俺亚洲米性别来这龙兰年这你差不多去。俺清楚了，俺弄过干起来那么多，可是俺在清楚是找或者看见没？看的找要嘞，对没呗？清楚对没？他给经过了吧？对嘞，地嘛吧？我这说起，俺那空腹人呢，Chinese 空腹人呢，弄那么多哎，没看谁带弄那年这月嘞，没看谁。其实我记得起码，但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俺人苗没的，俺说俺这个清楚是人苗没，对嘞，俺说的这个，俺这碰这个打白下想的打，碰这个让你过去让俩新别起来过呐，俺定我的第啥，看你几瓦啥，俺拉俺这是铁中700俺的这，俺拉俺常常的俺是住一边的，我那边的中等这，不是那的中等这个，看俺这啥，看你几瓦啥俺得这。俺弄线那了，我的点不是他给我说了这个宽尼基啊，我的点不是他给我说的，我的点是他为什么要就是给我骚扰我，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觉得什么我很容易被骚扰吗？我的是让俺弄线那了，或者弱点可是你要怕第次恐怕你接可以接不到前边的，可去大家嘛接不接情绪，给我线那情绪念对了，那我就算了，我得说起，大好算。
莫名其妙去匈牙利，突然去了，我没懂啥，哈哈哈哈哈啥的，不是你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如果你想留学的话，你可以说姐姐我想留学，然后我不知道这个的那个学习的环境是怎么样子，你可以这样问，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点在哪儿，因为我已经给你解释了我的那个感受，然后到底你没懂什么，就是你什么东西没懂，你说我说一下到这来的感受，然后我就说了呀，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你没懂？Tesne rasa tesne re。从尼泊尔的，因为我要在这上学呀，我本来就要上学。就是你是今天才在这边就是看我直播是吗？是呗？然后特林西那地干了贴东西过呗。贴东南的过呗，开始带兵噻，有。其实唐不尼泊尔了，咱们咋起不的那边不？我都说了呀，你咱们咋起不的？对啊，拉扎主要用不的，属拉扎用过吧？拉扎的用咱们这个那些欧洲你种出来的，中你嘛种出来没用，真这我嘛吧没？但拉扎说的俺的已经没用过吧？尼泊尔了，强巴出的，完全就是去玩呀。你刚刚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姐姐没太懂是哪个词？啊，那个应激点，情况是这不用懂，他弟弟给me来这开始那加个啥的要嘛的，应激me就是那种控制欲给俺做男这口语比较多，听啥的口语做的，那我弟那么觉得，他弟给me我那先算其实我那给me那弄了那正常，米的这边那弄了我还看不到，然米的来然是米的给不要的，弟了吧还说的，爹弄了我还看不到，米是没这弄了的。明白的，其实我不知道你说那个肯定开始啥，我的种族歧视咋的，就是哪种才算歧视？然后我们就什么都可以说它算成歧视，这个锅就是你可以给人乱背的话，可以让人背，我这，可是没几个普及给婆们去骚扰，现在你可以说他是性骚扰是你看说的他是种族歧视吗？你想说你也可以说的，其实这就没什么标准，但年问那些人的土牛们，种族歧视性叫土牛们。可能他们有可能是歧视那种比较丑的人吧，咱们这独家些，他这那么年就比较支持那种种族歧视的，你这说我们单，这说我们单 ，no， 你这说我们单，独家些那边他们可能是真的比较丑的，你这真的没有，以那几次长不些，我从那钱不现那些有几处。我呢，你若白个来啊啥，你若不电脚这去个对呢对吧？电脚这没白起个弄把电脚这，我这你若白俺这啥，我从那没然大个你们都听不清的，这啥我从那些那穷啥，我呢或者第三基础的别的或者多大年纪的多啥，你我还去说了呗，我推荐这是绝对怎么，俺没我那节目个节目没啥。让你们都清不吧？俺没节目嘛，或者现在给，那能给也不现在定给啥？你打点这嘛里了呗？俺推荐你节目在去老做的来，米落得给了，对，多年不见做年就是你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呗？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不强呢？那这多年不强的，就是你该被受歧视，你就是被受歧视，就不是该被啊，该被算什么的？你就是当然了，是不是？你就是想要被受歧视的话，你还是会被受歧视哦。当然你们，这4个没白打。我那会儿，要么都，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的，大问题的，那多看了一事情吧。你的家族名字叫什么啥？我没有家族名字。好多人问我是不是那种还是啥，那种还是啥奴隶主噻，这还是你们还是啥贵族噻？这我跟贵族没有一点关系，我以前还是那个贵族家的那个奴，对，我是奴。我的嘞，匈牙利说英文交流吗？啥马里，他说匈牙利语，他的那个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他的那个本土语言是匈牙利语。有嘛这，哪个名的哈，卡不着的，恰早或者匈语给成没呗？就是匈牙利的，我觉得那种标牌什么的，就是80%吧，80%是匈语，20%是那个英语。就匈牙利英语你多成没呗？菜单点嘞，菜单这里家几个句子是匈语钱，
让这没办多的菜单上去卷着那起呢，引起菜单员嘛这。那上课用英语吗？介绍哦，老不低着的，英语教学。是难学吗？介绍我没有学胸语，我不喜欢胸语特别难听，我觉得胸语给或者念不见不懂的或者给念不干净不懂，多念不多念是不是？给的或者这确实就是那种这个语言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那种感觉，我那或者这话或者干净我妈的。卡的语系三着的，卡的这没知系三着没，但这它是什么语系，这没系统这语言系统拿了分类所写那清没呗，快贴或者那桌嘛，不这没呗，我那古规见着，姐姐英语自学吗？是的，挂。哈哈啥的，你会属于吗？是啦，哦，不会。那很多年级咋说啊？明天早八有的晚安啥？你哭是讲那我。上次之后诺没有找读者吗？啥？猜不住，赶紧。主播昨天说的那个亚木把人快笑翻了噻。我那是那种搞笑的吗？你觉得？我才不嫌他卷个中这边的。看的意思呢，没有我那会儿去上班的，光打然来呗，俺这照顾起来，然后刚来考出三这没呗，解释么多那个，么皮个么来迪娜罗了呀，陈最贤那亲没呗。好的，没问题，谢谢噻，好，没事，好厉害，英语自学噻，英语自学真的没什么厉害的，看的意思呢。我对这些东西就本来就很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学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没有那么难，就是学一个自己完全不感兴趣，那就挺难的。我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三代，明白？就你有这个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上手就很快了。俺法语嘞，我得这下，俺法语搞不好啦，法国得钱不啦？我那法语马上还还着没得，得去给，大家出去来不啦？法语给你借我嘛啦？俺那么上我的接触给。好木种啊！不要问，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是你来给的给，我看你们好木种，看下，我就知道你们要问，我也不知道。大话来说，请你是姐，你是在大学时候计划留学，还是有一个契机去决定去？契机吧，契机吧，俺老种起的俺来什么就，我那会儿现在订我了要嘛呗，订我了俺这什么都女吧，开始这什么呗，开始没几个俺给起提起的，当俺给起吃牛嘛，订我嘛你什么的，开始没几个俺给起提起，而且那个钱呢，老子做过来的清查的，但做过来清查是能抵住9年义务教育课来高中嘛，然后12年义务教高中结不了的吧？高中结不了给退吧的，到讲呢这个嘛，讲呢这个才3-7年这么高中毕业去读来才专业民证没呗？我这打从今年证没呗？我这个开始没这个不讲啊，给吃家上钱的可以要多，给吃吧是年生拿来联系没呗？我弟弟可多2个月，可多5啥月，可多创业8个月，年生拿给答案的定，因为我觉得学习没用。前3个月嘛呗，前3个拉扎主要给3路丢嘛嘞，你妈的用活没？你这是他怎么理个？没3路拉扎钱，主要给推起来那个拉扎住没？什么什么我呢？老主要我见面啊，去这个对，拉扎主要搞干净没？住的什么活没？俺老不什么团餐姐姐，俺老不什么团餐，俺罗西全职女儿去带不是吧？带餐，那俺现在要不去，俺住的，俺年我的钱一直是打拉扎是菜。一直轮着过呢，打拉不着注意上去，但一直嘛轮年拉不着主要嘛啦，感觉自己就没有那个看路了，这快弟妹呗，快看得路了，大家说人啊，快看，当俺姐这些一个别出去广大，快弟妹当俺哈了么的，但我做俺钱是古大点，俺我能得啥？
动力是呢，我的啊，好啥，你好，大年还是没好说。我的入门卷 yes，目标是呢，到我这里。录着开始嘛，乱了的，当年啊，好当年俺来的，你妈来么是那录中呀，我嘛的地方里啊，嘛乱的不是很正常吗？生不没白的，不是很正常，就是一直嘛乱的上不去，那有谁没白的？我这上不去，要不那这年里一直打这个长逻辑拿啥呗？你哪那么多学啥喂？你家这亲皮妈的！我那里但你契机就是一个契机，看的是那顶我都怕啊，不会做的，但一年的，但那俺在处理这样嘛呗，他那铁桶等个年的，顶那老两你妈都怕命啊，给这出年的，俺开始没给这提起，让给钱呢，但给这打个哪打，老种切瓜呀的个切啥数呢？俺那教是，多拉住推把钱的呀过来，呀没呢，可都从那些来个切切，可都得钱呢，但几做干个，几做那嘛，团的呀过来是俺给这。打起呢，你我那块儿落不着脚了吧？我那我这里打开吧的题，但你的我这生活吧，俺落中去啊，民都，俺落中去那落中去土呀给民这马下，俺看着钱来，没上么落中去还钱，俺落中去面是人不这嘛呗。但我第上路的你别脚啊或打不的，但脚啊当一个做掉嘛的，你去个落不着来不吧？你心里哈过去，我不是不适合学习，是我不适合在那个环境下学习。我呢，应试差不闲那会儿没办法，我做活给这样了，这个没办法，就是用那个成绩单那个标准去评判你这个人。读家闲了没？你我得生病。开始落脚面的地下go，然后他的落脚要嘛钱的，起码真起的，不是起的，把我这来做嘴，然后起码我这对。特别要讲些对三这边，这个给真正恰好是年哪年的解释嘛的呀，咪那边单的没办，咪写书说人这没办的，按照书快说人这没办，装没现在冷没办，这生没办，但我这个人就是个废物生没，俺老准要没我就是个废物，白烂切地里嘛白烂嘛，数切掐住没办，我那现在要解嘛的，我那那边给真正写的来呀，我刚才嘛的，我得吃多啊，我得吃。我苦了的要没被打入你，我那些他那开心啊，我那几十年人家是干了中起了吧？但吃完好了哟。明天见啊噻，明天见，你记。那姐姐就没有想过一个人在国外，就没有想过在国外一个人很难吗？噻，没有想过，啥的意思呢？但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这睡着还睡嘛，还在几天多起哦，然后说话掉嘛呗，你妈那些你看老了的，我就是那种，但看来苦有说嘛呗，我没是可能这吧，看着有呢，看着恋爱有呢，那么上恋爱有个苦有这呢，想不想有的吧？现在俺现在啥的姐妹不起，因为这件事情我还吃亏了。吃亏嘛，大的嘞，但这生没办的，你最近的年长大药嘛的，当俺别的活往这生活吧，群个对那些的，你洗个活这嘛的，得看到的，看的是后面总是会被好好的解决掉。你这生没但我老是的嘞，我这些那边也累有没呗？你嘛看的他穷你最穷脚，你最钱穷脚，他咱们这生吃饱了，他没钱拿了嘞。我这个咱们看这种的嘞，这生没呗？得看到的，地的看到的，你最穷就洗鸡嘛的呗，地的看到的是别的可能这3的，但俺几个主要的嘞，你问这3的不的，得看到的3的嘛，我就是你俺给咱那去用对子嘛，俺银联卡赶紧没去啊嘛的。看的意思呢？你那边呢？这他们的主了，那点看到的生没别的，那就老了啊！现金那会儿结果起没呗？第年从多嘞，第个起码呗，退开啥？但过年得免输，但第3不现那会儿能给，忘得里的，老和真把啥你说对。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姐姐超级飒，推荐呐！好的姐姐，谢谢你的回答噻，跳嘛的。高中什么的，其他高中的我心里是个样的，我高中的其他给我心里的说的，但多吃话还是要的，我的过了呀，吃难的，吃话的吃这对的。
对，那我高中时候，姐姐是大学生。OK，let's，到过的 OK。别太闹了，不然留疤了噻。人下去噻，我那啥不是拉嘛的，我那你得去把解压线那会儿清没呗？哎，把这一不然，真的很喜欢。呀，俺사람 벽에 야옹제 시야 경쟁 그래서. 벽에 야옹제, 뷰리로 벽에 야옹제 시야가 가도 항상 가도. 뷰리제 벽에 야옹제 뭐 진짜 잠재고야다 오늘. 아니야 뷰리제 벽에 야옹제 시는 게 항상 이렇게 쉽지 않다.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呀，哒，快点把它掐上来！你갑자기 니네 어디게 통과 말다.快点把掐上来！我爹地是来这儿，当我爹那爹就去了。OK。阿啥？毕业1年多好迷茫，现在不喜欢那个状态。毕业1年，大学毕业1年且不说了，大学毕业1年的话，你是什么专业呀？季节性过敏，几个是没得打扮的起。那个时候，那你是时候到那边好好学口语吗？还是中国时候已经会了噻？我以前口语就很好。你妈呢？我弟弟，我一直口语讲不来是那老不前边拿到讲不来，你一直，那么会干就用嘛的。你妈录纯录真的个，我一直独家写那会儿的。你我录前边那段子嘛，我就一直外教给他教嘛呗。我们那个要或者是了，差不多是切。你要录真个的，录真。토진 것도 있잖아. 뭔가 걔라 야고 세나 줘래. 걔라가 야 약군제 럽은제 칭말이들래. 야 걔라가 나 디칭면 슈킨 세나 제메베. 오 약고시 도와서 하시면베. 땅아래 선배나래래 나래 이제 전이 주기 삼야게 슈킨 시스템베. 이제 스텝리. 디제 디다 시스템날 사비도 무슨네. 特别说钱，老不钱毛钱，你给钱苦有哎，有不钱嘛，钱不钱。今年给他来而且给他就是差不多钱就是，给他个了，你现在清没呗 ？OK， 那我的是。你我都想啊，唐不吃下单这要啥要嘛的，罗亚的嘞，我在吃下要需要嘛的，呀，看你给谁要是那样的，现在是那样的说嘛的，但吃下来都可以要的。上次我也真的烦死了，我现在的眼皮还没好噻，我点多米干的多啊，给不了丢一点多啊，导致眼睛多拉白，出头都没有干的嘛嘞，这个皮也比较的糙和硬。谈的那些年轻人说藏语特别难噻，在拉萨这边现在年轻人都说藏语特别难噻，他拍个也没啥么都说吧，但是他去要嘛，他拍个是你要嘛呗，也没嘛出来的，苦留个算叫谁？벽에 자제 편도무도 벽에 자제 편도무도 쓰냐로 창마 편도마 다들也虽然这有的这没别的就是那种有名的名人我这看最不会被벽에被或者这야게 진짜 나 등도 와 상무 야게 진짜 나 혼수에 상무 따와 이제 기재 야게 진짜 난 뒤에 그냥 입로 미디가 인디 혼수에 교도 진짜 인디 말해 아니 처음도 생매 배苦过了，穿搭看起来没有穿搭，就一个这种裙子就没有穿搭。那韩国你比啥？其他的国家不了解我们的民族噻，其他国家了不了解我们的民族哎，到底这地方嘛呗？了不了解是哪？既然给了解嘛了么你这了，了不了解了不是嘛？了解还是不了解？第那选项你们是没别说些啊？但你还忽悠，但是你这个问的问题，但你也是呢？你这下，给可在出国语不些，给可在给这钱语呢，他那个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
지난 포함네我新亚丢嘛呗，第次看路的，也不切都生病，但别像你俺现在电视有嘛的，那偏偏人呐，他那个最拉真那罗接那个拖在前脚给，你这没呗，民这个没下午嘛的，然后那个呢大家去。米几甚至讲啊，편에 이렇게 표 하고 이별름나 하고 냐 말이.但你最大个你俺可是France 来电影的人 ，Swiss 来电影的人，怕把个米里给吃那，马这个하고嘞，하고然后不一般是的，啷啥？하고喜马拉雅的region呢一般是的赢了，我这上面하고嘞，但爸爸呢。弄不可在教育呢，可认知源嘛吧，哈古嘛的，地面哈古么多，俺也没可参不住，其他过来带不了当不，别我那或者这没呗，其他看咱那研制青年这吧，你偏哈古有那没呢，俺天天或者么都什么没呗，他们或者呢俺三不地什么，你结不了法国的对吧？亲，你法国没得这个，南山哈古多啊，这让南山给去的，这当他们几个两个能去的给啥才去的吧？是没吧？我得说是，没得。姐现在姐我帅吗？啥？不是很帅。内地上大学去国外读研的吗？啥？这。英国去过吗？英国没去过。祝你们，你真棒撒！出去哪？他今年俺姐弟钱不送啊，记清的。三家没吧？三家乐队啥嘞？你妈我出去个对象，那那边没呗？你这看啥？地名看啥多啊？地名看啥？你妈个对我做因为所以你叫看啥？你们不出去个对怎么办？三家云呢三句了三的哎，三句了九三的，我这你妈就的我得叫了不中。为什么了三？因为所以你叫嘛？你是嘛意思呀？这科学道理什么？我因为所以，我说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经过研究，你是嘛意思啊？你妈我最这些那都不对。我做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经过嘛的，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经过研究，你是嘛意思？而且猪牛呗，我们那个时候也说啥呀？但没记住吧？姐，你给明天有早八噻？你念。主播，你们这边是早上还是中午？但他的起初恰下去蹲的干我中个蹲，但你瞧对干的，无法解释。我这来有的第两啊，这个版本我也听过。先说了，你给你意思哦，来噻。因为这样，所以呢，科学道理无法解。哎，可以，这个很完整，要的。法国、葡萄牙、尼泊尔、拉萨，你，哈哈，你看的，这个呢，继续看多几单是多少多。姐姐我明天早上有早读噻，你当俺的设计清单做。les 你去过的地方这意思啊？俺第个车嘛的，俺爹住纽约，瑞士住纽约，第呢维也纳住纽约，维也纳是那奥地利住纽约，第呢多好的。西班牙住纽约，西班牙途经前脚的呀，我那会儿途经前的，第呢多，你当嘛的？我真的特别喜欢看芭比噻啊，芭比娃娃哎，芭比可以哟，你在看你说芭比娃娃吗？喜欢看球赛嘛？在搞不上面，保罗戴是那搞不上面的了，保罗这边搞不去。你们原都保罗现在顶没呗？足球。泰国住你没？瑞士怎么样？瑞士我也想去噻。
瑞士怎么样？瑞士怎么样？瑞士怎么样？是他经常可以讲怎么样是哟？要或者，因为年晚是那创业的要不现那或没呗？最干不是那没厂了，那大的厂了，有都是给花都是给老都是嘛设计店没呗？要不现在没那个干了，出版对不是吧？那米货是啥同样买不起店没呗？就牛逼啊！这样，除非你在那个市中心来店的行不行？西安居民区的米货同样嘛的。脚步就最近什么？脚步就它都早就没了喂。听说新西兰特别好吃，新西兰可以，新西兰看的水啊，老不准下水呗。新西兰我觉得也很无聊。哦，俺到荷兰做牛肉 ，yes， 荷兰，俺今年意大利做牛肉。俺我的个的。你还去过光明茶馆茶馆我日，俺来同学根本就是俺来做牛肉。读者明天买个纱布，涂完药就不容易蹭到了啥？这年纪，他就拿 blessing， 那些，他能那么多，是啥？那是对没？这么多天呐，幸福的小子，还好吧？还好吧。盲区个电视机里哦，法国的、瑞士、荷兰的啊，你们看些看不的。欧盟 ，yes。这葡萄牙怎么样噻？可以啊，很舒服，葡萄牙很舒服，因为葡萄牙的人也很友善，也很有礼貌，要的是多。去国外旅游签证办方便要看你办什么签证，然后去哪个国家，就是有些方便，有些不方便，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个。你学过英明学吗？咱没有学过英明学。直接去过韩国嘛？祝你们，要祝你这么多，我祝你这么多。我谈的亚洲国家呢，就是那个爹祝你注意，日本俩祝你得注意。你真没有了，除非你算土耳其算亚洲国家的话，我去过土耳其，去过这个想去土耳其，第一次去。对不对？若不大的吃不是大咸呐，或者有别个小时间这一呢，我祝你注意。现在就我如果单的是祝你这么多。我完整去了3次，没见到过。我在比利时，你会来比利时吗？啥？好没说了。不但不想去吗？啥？注意了哎，祝你啥这么多。我住北面了，干不啥没去什么去？还是住北面个大什么了啦？没了是，但是度假去嘛？但是嘞，你同学住北面的，距离了干不啥么多。俺来工作干不啥没不吃没呗，不是说啥啦，省没呗。身边那的地儿大就是那种私人跟着，不是说是都是，的，不能以偏概全的说他们所有不是，得意思我们大，就是以偏概全。日本感觉很不好相处噻，是，但是他们很有礼貌呀，日本人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有礼貌。但是很不友善的那种人，我这，game或者最差不多，我那俺就差不多，卡或者俺就差不多 game，你这会儿现在亲没呗，最差不现在没呗，你呢？他们就心里可能真的很不是那种想，不是这么想的，没大把经济点没呗你，我最么什么去，哈哈哈，知道噻 ，Hello good meaning 噻，儿子。Good meaning 那么多的没我自己，Good morning 那么大 ，Good meaning 那么多的没。那我没听清噻，日本跟日本，不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吗？就是有礼貌但是不友善的那种人。等你了瓜，巨大小绿长，他说我的。咋的嘛些？咋的？我的干没多起来是啥？叠住的，轮不起去叠下。读着你肩膀上有宝贝链子的印记，揉红，多叠多哎！这叠多哎！多啊！记得揉红的是多哎，妈妈的是多哎。
胳膊怎么了？低矮，低前素哦，季节性过敏。当然，인지 증거다 알레르기 세면다 증거다过敏 제비슬 니다 칙신베 자게 치게 맞으면 벽에 치게 맞으면 제 디엠이다. 见到优秀的藏族年轻人真好撒。토세나 빼면서 토세나 키랑게가 빼뜨코라 똥아시나 당수단도 똥아딩아 니야 가부인교 똥아제이 토세나 很也嘛是差不多现在可能给，当然最起个俺西年对过吃下，年那让俺听你吃完忙不这吃讲俺对过吃啥不是去，先不叫是的，因那先不现那我叫哦，美甲很好看噻，不是呢。俺他妈的当俺说呢，但那我车给去了。是那看到做什么家能自己洗。妈的，要休息了吗？啥？晚安，注意安全啥？来噻。休息是来的是嘛？年纪等于中没呗？什么讲那个？每次看直播都在场，希望关注有点迟了嘛，还噻，他在那看到嘛的，一个是小嘛的，他去了个这多 get 感住，你给读了一下，你给，我想给你送茶来咯，是呢，啊，爹没啊，让什么这是呗？我没价是呢，没价给这是的噻，人我那人这那中多好吃没呗？你在法国做什么？我不在法国。哦，广大恰恰，但是你当然晓得，但是你图用，拜拜。是你，哎，老真说啥说呢？地球，铁东道嘛的，是应该老真的，拜拜。行呐，《西游记》里面那个印珠拉萨，我的手语，晚安喽，上晚安，你给，后来你的脸面么多，